咱先来看国道上北杨梅的路段，昨暗有一个29岁的查某人雄雄对轿车顶头跳落车，去互后面的车弄到伤医不治。跳车原因，警方继续调查。救护车赶去高速公路顶悬救人，这个事件发生伫10时暗时8点左右，国道1号上北68.2公里杨梅的路段，一个坐伫轿车后壁座位29岁姓詹的查某人，因为不明原因跳车，后壁的车未负打档就安尼弄落。经救护人员检伤，患者已无生命征象，头部及肢体多处撕裂伤，右大腿骨骨折。经救护人员即开始抢救，家属表示送往联兴医院，到院后宣告不治。代志发生的时阵，这个姓詹的查某人甲因老母，还有其他3个亲戚做伙坐伫这架轿车内底。伫高速公路顶，伊雄雄甲车门开跳车，佮叫后壁的车弄着。消防员到现场了后，随家 CPR 指挥，甲做固定等等救护的处理。不过送病院了后，还是救无倒来。因为这个事件详细的原因，目前警方正在调查。一般情况下，驾驶人难以预期高速公路上会有人突然跳车，因此基于信赖保护原则下，较难为驾驶人有疏于注意前方车况之情形。针对高速公路顶悬后壁的车弄到这个跳车的查某人的事件，有律师认为讲，这个驾驶会弄死人，并不是无注意到头前的情形才造成的，是根本就未负打档啊，应该会当免责。不过这专案敢是有调书的责任，也要等相关的单位来查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